若继续这位女驾驶量就真大尾进行弯路，伊伫国道3号南投民间的路段，甲车停伫路径，结果互一台大货车追撞一个不得了，这个车挂规地总掀起来，这女驾驶卡伫个座位，惊甲是3魂7魄飞了了。消防队用各种破坏的器材，用要甲规台车拢拆掉，才甲人救出来。你卖电动！规台车拢强要散去啊，车顶车门拢无去啊！这个女驾驶佫卡伫驾驶座，惊一个过头，双手满寒。油压电电机拢用到，就是要想尽办法将这个女驾驶甲刷出来。人啊先救啊！这个女驾驶驶乌色轿车伫国道顶面，因为停伫路径和后壁大货车撞一个规拢变形，相对强要将规台车拆掉，才将伊甲救出来。停在路径啊，较袂好啊，但是我家己的问题，无注意到就对啊。对啦，我较大部。车祸地点伫国道3号民间路段，加在这个女驾驶当时伫车顶，毋是伫车外弄到时，车体有动这个冲力，敢若轻伤尔。大货车因为一时闪神不慎呢撞击这个自小客车。警方提醒讲，车辆若停伫国道的路径，应该伫车后100公尺放3个警示标志，上好沿外口护栏行，放好标志了后，人爱伫护栏外敲电话报警，确保安全。